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了后，今仔下晡主持头一场的调野协商讨论讲新会期什么时阵会开始。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表示上紧初6、上万16开议，嘛提出包括国会改革等新会期23优先的法案。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是表示讲，国民党随时拢已经准备好势。民进党的立委蔡友如嘛强调讲，伊嘛已经准备好了。 给大家来拜年啊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大家。沿路向立法院同仁、小长们拜年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了后，初5早起头一摆视察院内，下昼是主持头一场的调野协商。陪同伫边仔的是新任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。韩国瑜表示，周万来的资历丰富，和立委门前得到上好的后勤支持。委员之间在问政的时候，关于议事规则有冲突。 有盲点或者有不解的时候，我们周秘书长能够提供最专业、最权威的意见，一锤定音。立法院新会期，民众党首先淡出9大连续23个优先法案，有国会改革、司法改革、媒体改革、基础政治、劳工权益保护等，尤其针对不法关税罪、吹哨者保护法。 立委黄国昌指出，国民党立委有表达心怀局势。在议场内，我遇到了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委员，陈委员当场跟我表示，他非常支持吹哨者保护法，希望赶快共同来推动。我当场表示欢迎，当然好啊，吹哨者保护法整个社会都在期待。 国民党洪明凯表示，党团伫新会期聚焦财务委员法。 是按议题定。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表示，除了定期追踪政府打诈成效，党团会甲行政院讨论，决定倒一寡是优先法案。另外，新会期什么时阵开机，那特别无共识。黄国昌不管即问倒一个行业会拖到6月底才开工，画出上早初6、上晚16开机。 那黄国昌他把立法委员的工作局限在只有开议的时间才叫工作，那我想这个是对立法委员职务把它做小了。只要在议事人员不需要年假加班的一个情况下，我想国民党团随时都能够做好准备，随时开议。最重点是行政部门一定要准备好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询问。 洪明凯强调，国民党做好准备，随时拢会当开议，也毋过袂当互技术人员年假加班。蔡局是讲，民进党做好备战，尊重协商决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